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佮来到咱的即个里面读册会啊。嘿，今仔日呢，咱要来讲一本即个跟性别有关系的册吼，因为咱3月拢要做跟性别有关系的主题。嘿，其实呢，我本地有小可保留啊，无确定讲要讲即本册无。即本册名叫做华语叫做男性废退，男性废退。毋过因为就歹念啊！我想到无确定想要讲即本册，因为我对即本册感觉有小可复杂啊。哦是哦，因为即本册出来的时阵呢，其实已经有无少个讨论诶，就有一寡人是感觉讲即本册呢，伤过同情人性，嘛有一寡人感觉讲总算是有人看到即个男性诶困境啊。毋过你感觉男性有需要互同情吗？应该讲，我感觉男性其实嘛是即个父权体制内底诶，因嘛有可能是受害者，因为咱咧读迄个亚鲁诶资格诶时阵有讲到，就是伫即个父权体制内底上唯一受到好处诶人是上侪好处诶人是迄个阿法男嘛。就是缘投悬可能是白人家世袂歹，中产阶层以上，功课袂歹，就是迄款就是父权体制内底认为是好诶物件，拢会伫伊诶身躯顶迄款诶阿法男。毋过所以你看迄个贝塔男，比如讲伊无够悬啊，收入无够悬啊，无够缘投啦，还是讲无够人讲迄个 masculine， 就是无够迄个男性诶气质无够啦，这拢其实是拢会受到即个伫父权体制内拢会受到一寡压迫诶。我感觉讲，所以我会用因诶即个 privilege 来互因即个同情分啊。我感觉性别即题吼，伊是需要思考去读册去交流诶，所以其实是爱有一寡 privilege 诶人，伊才会去接触遮诶物件，去讨论去探索去培养伊诶意识。就亲像咱咧讲即个母语诶议题啦，失明诶议题，就是你爱有需要去开时间去接触研究含思考，才会整理出建立家己一套诶即个理路。做即件代志是需要一寡，比如讲你若准讲你逐工就是拢咧烦恼后一顿咧伫倒位，安尼你着相对较歹去顾着即题。毋是讲你无法度是，你可能着袂思考到遐去，你着得因为你有其他诶烦恼嘛。若是讲比如讲阮阿爸阿母迄个年代，因迄当阵嘛无咧流行讨论这，嘛无伤济诶机会去接触，安尼我着会互因一寡同情分啊。好。毋过我感觉真正是爱加读册、加看册，因为是阮爸就是小学诶学历，毋过伊就是会看册、读册诶人。我感觉嘛是因为安尼，阮妈较好教伊，若有当着啥物代志较好教伊参详安尼。对啊，就是咱进前佮讲即个读册即个习惯诶即题嘛。就讲着讲其实读册是探索即个世界成本上低诶一个方式。真诶。对讲倒来即本册，我家己伫读即本册时阵，其实有一寡所在就想要吐槽诶。毋过我最后决定讲咱来读即本册，因为我感觉伊其实对后壁一寡即个政策诶回应，也是讲对讲要甲即个男性叫醒，互因家己去为即个性别诶刻板印象内底行出来，是有伊诶效果诶。佫有讲，虽然伊无明白地写出来，毋过我感觉伊其实有小可去点出来讲，就是讲你若是有慧根啦，你会当读出来讲，即马造成即个男性困境诶是父权诶即个体制，毋是因为女性诶权益过悬。因其实内底有足侪点是
我感觉大部分啊是需要查甫家己去改变想法，才有法度改变的。对对，嘿，所以这毋是女性的责任啦，其实讲属实的，嘿。所以我想讲，我会想讲，你若是一个男性，啊，你感觉讲，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你无熟悉的样啊，吼，这个天拢无照架子啊，啊，你就委屈的，安尼我感觉你会当来看这本册，天无照架子，就是有咱遮人，对啊，这撸款小宝，嘿。无要紧啊，阮即摆拢去出来喊害即个西方世界的男子啊。伊嘛是足需要人喊害。对啊，啊无因遮阿法男吼，需要学人磨。啊无真正是讲袂出声啊。我袂讲诶，对啊。我感觉即本册若准讲你是已经有性别意识的人啊，我感觉你就无聊才会先看卖就好啊。啊，其实你内底是会当得到一寡即个冷知识啦，所以我感觉我袂后悔讲我有买即本册，安尼。好，啊，咱就先来分享即个册内底讲到几点，我感觉真有趣味的发现啦。头一个是学业，就是吼，伊用即个美国、芬兰和瑞典的例来讲，啊，即三个国家拢发现讲，查某的成绩拢较好哦。因为以前你咧看迄电视时内底演吼，若成绩好的查某拢较少，啊，拢是款爱计较的，有无？拢是少数嘛。啊，迄个偶像剧内底迄个拢是迄个男主角咧教女主角读册嘛。比如讲迄个《恶作剧之吻》有无？吼，迄拢是迄查甫的成绩伊拢足好诶，啊，迄查某伊若足戆诶。毋过其实伊诶统计诶即个数据来看起来呢，伊用即三个国家诶来讲，女性呢，毋若是应该讲是15岁诶青少女，伊毋若是读册阅读诶能力，念即个数学含理科诶能力拢较好，拢比查甫较好，甚至呢，美国诶50当前诶高中成绩就安尼啊。只不过是讲50当前，逐个拢感觉讲，查某毋免想读册啊，所以因升去你读即个大学的人数较少。啊，毋过其实伫高中的时阵，即个查某的成绩拢已经比查甫佫较好啊。啊，甚至伊伫2009年的调查内底，高中成绩就是咱咧讲迄个美国是用 GPA 嘛，因的 GPA 愈悬的即个组内底，女性的比例愈悬。伊咧讲，伊讲伫即个美国1972年的时阵呢，美国有通过一个教育法修正案，想要提升即个高等教育的性别平等的状况。迄个时阵呢，查甫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呢，比查某悬13%。刷来10当了后呢，已经50-50啊哦。到即马2019年的时阵呢，变做女性有即个大学学历的比例比查甫悬15%。而且呢 ，COVID 了后，男性去上大学的比例又搁再降低。对。对，我就讲出处理。因有讲原因无？伊后壁有伊无真正去找迄个原因，啊，毋过后壁即个作者家己有一个结论啦。啊，毋过我感觉另外一个趣味的是吼，因为伊咧讲即个成绩嘛，我去找即个英国的披萨的资料，毋是咧食的披萨，是迄个 PISA 吼。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无？就是足侪足侪国家会用即个 PISA 的即个资料来比较讲咱的即个基本教育的品质，含别个国家
的差别安尼。伊是即测一个国家15岁学生平均能力的统计。其实呢，英国即个披萨跟台湾的跟大部分的国家是差不多的，拢是查甫的数学平均较好。查某呢是阅读平均较好。科学的部分呢是查甫无差别。所以伊举即个美国跟北欧的例呢，其实我看这规个看起来，感觉是算是较特别的例啦。嘿，毋过，遮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我感觉咱爱足细腻去用即个数据，咱袂当讲，因为看着安尼就讲查某的数理就是无好，查甫的读册就是无好。因为我感觉咱无法度去分辨讲，这是一个要讲自我实现的状况，还是就是讲，因为社会期待你就是袂晓安尼，所以你就家己就是演出一个，你就 cosplay 一个袂晓数学的查某啊。嘿，因为社会期待你袂晓，所以你就感觉我安尼我袂晓，安尼所以你的表现就较差。因为伊心理学面顶讲呢，因为做一个实验啦，就是你若是互即个囡仔感觉伊对即个你介意一个技术，伊互即个囡仔感觉讲我即个技术我是足够的，安尼伊就会伊会表现较好。你若是一开始就甲即个囡仔讲，这你无法度，即个囡仔伊的表现会较差。对，所以咱无法度去分辨讲即个男女的差别呢，是咱社会期待造成的，还是因真正生理上会安尼。所以我感觉咱咧读这个数据的时阵，我家己个人感觉咱这就细腻去安尼解读。好，再来转来这个册面顶讲的。伊讲即摆科学发现讲查甫呢，因为伊拄则咧讲即个美国跟北欧的例，就是讲查甫的成绩较歹嘛，等。伊讲科学发现讲查甫的安尼是因为查某伫咧发展的速度面顶有争差。查甫的大脑内底含即个控制冲动含计划未来的部位的发展比较慢，会比查某慢差不多2档。即个两个发展的速度差上大的时阵，大概是因15岁的时阵。迄个时阵拄好，你15岁是咧创考高中嘛，对不对？讲是即个学业上关键的时期啊。所以伊感觉讲是因为即个发展面顶的争差，因为你无法度控制冲动，你就比如讲你无法度坐伫遐好好读册嘛，无法度计划讲你读册计划要安怎嘛。其他的证据，佮包括讲美国的大学为80年代有学术，有即个大学学位的女性就比查甫较济啊。有即个硕士以上的学位的女性，伫90年代超过男性。甚至呢，伫 OECD 的逐个国家内底，这毋是美国的例尔 ，OECD 的逐个国家内底25岁至35岁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拢比查甫较济。你拄则问讲是安怎会那么嘛？即作者呢对即个现象的理解是，一两代女性大部分拢互教育讲受教育最重要的。而且呢，我感觉以台湾为例啦，为阮妈迄代已经开始有真侪女性想要追求大学学历，含想要追求经济独立。对，想要伊嘛有想要有成功的人生嘛。对。所以女性呢，就愈来愈侪人想要去上大学，因为对女性来讲是重要的。不过男性是安那无呢？因为因无内在的动机去拼学业，就安尼呢。毋过以这来去做一个结论嘛，伤简单去嘛。对，因为伊无真正有其他的迄个 data 去 support 伊的即个角色，对，角色加假设。你头拄有讲到，就是迄个查甫甲查某差不多是15岁的时阵，就是因为查甫的大脑的控制甲冲动发展较慢嘛。我感觉这是就致命很的，因为
阮去参加迄 Parents Night，拢会去，就是会去阮后生甲老师讨论嘛，还是甲阮查囝老师讨论，就是最明显的，阮囝就是坐袂牢，就是最高互同学影响啊，就是。系啊，就是坐袂牢，啊去嘛互影响，啊嘛影响别人安尼，啊受阮查囝就较袂啊。所以真正是有差。我家己经验是，毋是全部啦，啊毋过若是通常，因为阮囝有当时咱拢会请囡仔来咱兜耍嘛，啊若来耍的人内底，拢是查某，啊咱兜就是因耍了出来，当然嘛是会足乱的，啊毋过内底若是有查甫较济，一定会有物件耍歹去。哦，真的？对。就是迄个破坏的迄个能力是有差别的。好，啊，刷来呢，你第二个我感觉有趣味的部分，就是因咧讲即个男性的家庭含即个职场的角色的消失的部分。即两部分我感觉其实含阶层小可关系。咱先来讲即个讲工课的部分，因为即个家庭的部分呢，其实嘛含即个工课有小可关联啦。因为因就是咧讲男性的角色即件代志。基本上就是讲呢，因为偏向即个劳工的即款拿领的讲工课呢，愈来愈济会互即个自动化的设备取代。通常就是一寡较靠即个体力的款吼，遮的工课愈来愈少。互男性的即个失业率愈来愈悬。伊这是美国的状态啦吼。因为查某的工课呢较济，比如讲是医疗保健啦，吼，比如讲看护啦，还是讲即个 care 嘛，对，care 就是看护对。无就是迄个社工嘛，行政啊，教育啦，吼。遮拢是无法度互机械取代的。所以遮女性呢，因就较有法度保有一份薪水。所以呢，为这1979年到2019年的这个美国呢，有一个劳动统计局，因会有去统计这个资料啦，看起来就是讲呢，这40档的时间内底，男性的就业人口减5%。第40档了男性呢去做食头路的人口呢减15%，毋过女性增加25%至30%。哇！伊阁有讲一个有趣味的即个统计，就是讲呢，这薪水的种差，因为咱定咧讲即个 wage gap 嘛，就是讲男女的薪水有差嘛。以为即个平均来看吼，即个差别是有变少的。伊讲毋过你若去看即个男女的薪水的分布，你会发现讲呢，女性的薪水起来啊，男性呢敢若有上顶站的会起来，中下站的拢无变。就是讲就是讲你的薪水若本来就无足悬的，40档了后，你的薪水嘛无悬。女性因为愈来愈济人去做食头路啊嘛，嘛愈来愈济人会当做着经理啊，还是讲即个高站的公司的高站的，所以呢，女性的薪水平均来讲是有增加的。因为伊讲你即摆看讲男女的薪水有差别，毋过有足济是互迄个顶站的男性诱去，因为即个高站公司高站内底嘛是大部分也是男性安尼。毋过你袂当讲全部的查甫拢过甲较好，因为因的中下站的人拢无法度改变。就是讲40档过去，即个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变好啊，原因是因为女性的薪水提悬啊。因为你想看觅你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嘛，男性的薪水拢无提悬，毋过即个女性开始食头路啊，恁的薪水就变悬了嘛，就是恁的即个 household income 就变悬。
啊，女性伊去追求即个职业含即个经济目标，女性诶即个经济状况变好，伊伫厝内底讲话就会当较大声。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呢，男性伊就无法度适应啊。伊是安那无法度适应，伊伫后壁有讲即个家庭诶时阵讲着种，因为即个做一个经济诶经济支柱，经济条仔骹。条仔骹毋是安尼，经济条仔，经济条仔，伊经济条仔即个概念呢，是建构男性身份的重要元素之一。啊，因为即马就业的即个结构改变啊，查某拢去上班趁钱啊，倒来厝会继续照顾家庭。男性的角色呢，无法度转变，因为伊个习惯讲，我就是迄个条啊，啊头啊就是爱踩伫遐袂顶袂当，啊固定等我钱落。啊，毋过即摆即个查某伊嘛做另外一个条啊，含你做伙咧换迄个厝顶吼。啊，这查某伊毋领等钱落来，伊个落做迄个家厝内底诶代志，伊就感觉讲，我安尼我就找无着家己诶定位啊吼。因为哪有另外一个条啊，伊而且呢，我感觉上重要诶是，伊无办法去发展新诶角色，比如讲去照顾囡仔。吼，啊是讲像伫厝内摒扫。啊，我家己感觉讲即个现象啊，应该是伫劳工阶层内底会较明显。因为即个中产阶层伊诶性别诶观念已经较开放啊，所以中产诶男性伊较毋免去较毋免去符合即个角色诶设定。就是我是以家之主啊，我就是出去趁钱，转来我就是翘骹捻喙枪看电视看新闻啊。对啊，所以作者嘛有讲嘛，上无能力去做即个传统饲家角色诶查某，就是咱头前讲遐薪水无起，甚至会失业诶迄群人，因嘛是通常上后去互别人用即个收入去评判诶一群人。就是因就是收入就是无济嘛。啊，毋过因嘛是迄群，就是大部分诶人拢是用薪水去甲因评判诶一群人。所以表示讲因伫即个婚姻市场内底呢，会较销袂出去啊。较销无，所以嘛，就是讲呢，女性嘛来做即个会趁钱诶人、饲家诶人诶时阵呢，男性就找袂着家己诶定位啊。啊，伫即段内底有摕着一个趣味诶事实啦，就是有一个研究中心呢，伊去调查美国人诶即个人生诶意义，结果呢，女性伫即个人生当中找着意义呢，含意义诶来源拢比即个男性较济。啊，伊有讲哦，因为这啥物意思？是安那要讨论即个人生意义吼，毋是咧讨论即个家庭含即个工课诶角色嘛？因为伊讲，伊有较济意义含身份来源诶人，是互人看做是有自我复杂度诶人，表示讲呢，你有足济无共诶身份，啊，你定定爱时常去换。这会需要开时间，比如讲，你含恁爸母相处诶时阵，你是因诶囝；含某相处诶时阵，你是翁；啊，你含囡仔耍诶时阵，你是一个老爸；你去食头路时诶时阵，你是一个员工。这拢是无共诶身份嘛。啊，你咧换诶时阵，你袂当，你含恁囝相处诶时阵，含恁爸母相处诶时阵是无共诶嘛，所以你是需要去换即个身份诶。啊，这需要开即个时间含体力。啊，毋过好处是呢，你其中一个身份失败，也是出现困难诶时阵，你会当启动另外一个身份，安尼你会足紧会当恢复自我诶即个正向诶感觉，你就袂感觉讲因为阮囝无爱插我，我感觉我是一个无路用诶人。伊摕女性做例吼，女性因为定定着爱承担做人老母、查某囝、姊妹，啊，有姊妹啊伴员工、主管诶身份，啊，像阮阁有里长诶身份。啊，其中一个做歹的，靠另外一个来补。
啊，毋过男性的意义来源甲成分拢变矮啊，所以呢，伊一旦是失业，也是讲离婚，因较足紧会较厚，就是讲跋一个就爬袂起来安尼。哦，我感觉是毋是因为这是女性嘛伫做趁钱诶一个角色诶时阵，所以因会去因诶想法会无共，眼光诶嘛无共，所以才会造成嘛袂当讲造成，就是变做讲这样是诶女性较无要结婚。我感觉这是家牵两个关系。你若即个社会对即个女性含男性诶角色诶期待，搁足硬搁伫遐诶时阵，女性伊去开始食头路啊，伊转来厝诶，伊就是想要，伊嘛是含你共款啊。古早时代诶老爸趁钱转来，了就点啊了翘骹捻喙手看电视，对毋对？骂囝骂某，内底阿母规工伫遐煮饭、扫涂骹、洗衫，啥物货，对毋对？即满呢，咱看着是女性去食头路，转来工课爱照做。查甫呢食头路转来厝内工课，某会期待因爱去做遐个工课。因就感觉讲，毋过阮老爸就免做，是安那我就爱做。而且嘛无人去教因做，因会做袂好势，做袂好势互某骄，因就讲安尼我无自信，我无爱做啊。某会感觉讲，古早时代遐黑人是因为因毋知影家己诶权利，所以就爱伫遐甲你七屎七尿啊。嘿，伫你诶尻川后壁，伫遐摒扫，伫遐收物件。毋过即摆我有摕钱转来啊，我是毋是会当甲一寡诶人物交互你？毋过男性无要接啊。伊感觉讲是安那我遮忝，而且统计之前应该有讲过吧？是即本册内底有讲过，是男性需要婚姻，女性无需要婚姻。对，独身仔诶查甫会足早死诶，独身仔诶查某会活较久。所以对啊，所以以即摆诶社会来讲啊，女性无结婚是较好诶，除了你较歹买厝了以外，毋过你若真正足够趁钱，其实嘛无差。对，嘿，安尼有互你答案无？有应着你诶问题无？所以当阵就是我咧找即本资料诶时阵，即本册诶资料时阵，我无看嘛。伊就讲着付款诶红利甲消息甲保护啊，伊讲着讲，这是会是男性享受袂着伊遮诶红利，毋过需要承担饲家诶责任，所以就是老实讲，我毋知付款诶红利到底是有啥，因为毋过伊个讲需要承担传统诶饲家诶责任，我就感觉无啥力度啊。毋过你头拄讲诶遐，我感觉有解释，有解说着，对，有互我答案嘛，嘿。对啊，因为我感觉咱之前讲过嘛，就是婚姻内底有足侪即个政治。就你讲话就较大，你有钱诶人讲话较大声。对。因为进前拢是老爸咧摕钱转来尔，所以就是代志拢伊咧决定诶。即摆我女性我嘛摕钱转来啊，你逐项代志你拢互我，你着爱甲我民主诶决定。对啊，因为你像即摆我常看着册上面有人咧讲，迄个生出来囡仔着爱对迄个查某性啊。嘿啊，对查某性。对啊，我感觉这嘛为什物袂使？为什物对查甫性？对啊，毋过对啊，对一寡较传统诶人就会惊着，会想讲，是安那？伊会感觉讲伊诶权利互人摕走啊。嘿，囝毋是你生啊？你有斗相共，毋过也毋是。我感觉其实是另外一个。对啊，其实伊是甲即个权利行互女性尔，毋是伊原底物件互人摕去。对。嘿。毋过即点我阁有一个想要讲，因为伊册内底其实有讲着，因为即摆性别诶观念有较进步啊。毋过呢，其实对即个男性女性诶期待嘛是阁有一寡真差。比如讲，
即摆查某讲我无爱做厝内代志啊，嘛较袂有人去甲批评。毋过若有一个查某讲我无爱趁钱饲家啊，伊也是会受到较济诶即个批评含歧视。而且呢，伊即个伫一个美国诶即个统计例内底，伊讲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拢有3成诶人希望伫一个婚姻内底迄个翁爱趁甲比某较济。所以呢，迄会互即个经济较无好诶男性，佫较歹结婚，因为你爱找你已经收入无济啊，你佫爱找收入比佫较少诶女性结婚。好。嘿，毋过咱拄仔讲过嘛，因为无独身仔诶查某较早死，所以因经济无好诶男性，伊佫较歹结婚，毋过无结婚，因诶生活会佫较歹过。我有一部分啊，我感觉较跳出来即个性别诶即个部分来讲啦，就是因为你2份薪水累积财产，还是比一份佫较济嘛。嘿，所以我感觉即个论点我是会当接受诶。毋过这就是共款，这是性别刻板印象诶问题啊。这是足侪男性伫 Thread 顶管咧找女朋友，结果我看着拢是互笑诶较济，讲你趁遮诶钱存款，安尼你佫敢摕出来互讲？我感觉有当时啊，因嘛毋是无要拍拼，就是基本甲袂晓理财诶关系，所以属家务这我感觉真正就是爱为细汉开始教，逐个若家务照顾囡仔，这拢会当分工诶话，其实女性应该袂去嫌查甫趁了济啊少。对啊，我会感觉就是你有要付出伫即个厝内底无，莫就是趁钱了转来厝诶，就倒伫遐撸手机啊，是拍电动什物诶，这看真正足肮脏诶。对啊。我感觉其实伫厝诶面顶诶冤家迄间，我感觉其实足侪时间是即个足侪状况是其实是逐个熟悉诶异性无够济啊。你就会家己画一个稻草人，家己火惊家己。其实愿意做伙拍拼、做伙食苦诶查某嘛诚济啊。愿意去做即个家务诶查甫嘛愈来愈济啊。嘿对。另外一个是我感觉足济你伫迄个厝面顶咧找男女朋友诶人啊。其实大部分拢是男性啦，足济因女性较无接触嘛，可能我感觉诚大部分拢是无交过女朋友诶，所以因对即个女性诶期待会较脱离现实啊。因为咱身躯边嘛是会有一寡女性，伊完全无交过男朋友，伊就会设定一寡你会看起来对，你会想讲这敢有重要？无就是这敢有可能？对，系啊，对。好，以上呢，咱讲诶即2个部分是我感觉较趣味诶部分啦吼。其实呢，即个作者伊嘛有针对伊看到遮现象呢来去做一寡建议啊。以咱面顶来讨论诶即2个部分呢，头一个伊诶建议是讲呢，因为伊感觉讲查甫是因为伊诶生理方面，所以伊会发展较慢，安尼所以建议讲呢，爱互查甫慢一档才入去读即个义务教育。比如讲查某若是6岁入去读小学，安尼查甫就7岁才入去。第2个建议是讲，伊就是爱互即个做heal 英语叫 heal，就是医疗教育行政诶男性佫较济。除了爱去帮助即个查甫去做遮个工课，就是提供因一寡辅导啦，嘛是爱互即个教育即个社会大众，讲你莫去排斥做遮个工课诶男性。安尼。嘛，我感觉是讲，恁某还是你女朋友你趁比你较济嘛，莫去共笑讲你就是食软饭。我感觉食软饭无要紧，莫食凊饭。对啊，对啊，甚至都莫讲人食软饭啊。对啊，因为这就是
本来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趁济，一个人趁少，对啊。啊，根据伊的即个建议啊，我是感觉头一个建议毋是足好诶。我感觉你会当开放互家长家己选择讲要较晚日较无，啊毋过莫直接修改伊诶制度，强迫所有诶查甫拢爱慢一档入去。嘿，这伊即个建议是较奇怪啊。第二个建议我颠倒会感觉讲，其实较会好啊，因为尤其是互男性诶即个护理师。愈来愈侪，其实会当互即个人手已经不足诶即个护理师呢，佮补充一寡人力。嘿，啊，其实呢，咱迄当阵咧读册会咧讨论时阵呢，逐家诶结论拢会转来到，是安怎查某拢无爱拍拼，查甫拢无爱拍拼。啊，毋过等下咱这读即本诶时阵，毋是有一个查甫诶吗？对啊。啊，伊无伊无出来讲一寡话，替因查甫讲一寡话吗？无。比如讲咱咧讲迄个身份诶部分啊，咱就会讲着讲，逐个拢发觉讲家己诶翁拢无啥物朋友诶，啊，结果伊嘛出来讲，对啊，其实我嘛无啥物朋友。伊无啥物朋友吗？伊诶朋友诚济啊。伊可能毋知影迄个真正无朋友是啥物状况。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伊当可能因为咱读册会内底大部分拢是女性，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啊，就是有感觉你是安怎无爱拍拼，因为你看伊头一个学业嘅部分嘛，除了讲发展较慢之外，嘛讲着讲大学部分，伊是因为查甫无即个动机嘛。啊，毋过你想看觅，查某长久以来拢是受教育互禁止，到我即代我嘛是有听过人咧讲。查某是读伤悬，嫁袂出去，啊无就是讲送查某去读大学会了钱即款诶。啊，咱身躯边偌济女性是爱拍拼去争取，才有法度去读册。甚至咱伫英国就定定有着一寡较为迄个性别较无平等诶国家来女性，因就是争取要来到英国留学，就是为着要受着社会尊重。因就爱用即个学历去证明家己诶迄个。价值啊，结果人安尼遮拍拼咧争取因结果因无读册，无去读大学，是因为无动机。你袂感觉足像迄个了尾仔囝吗？读个倒伫碰一面，说我毋知读个创啥，我真正嘿。啊，第二部分的工课部分，其实我较有法度共你，因为我理解讲，即个劳工阶层伊伫即个经济发展全球化了后，因可能有足侪委屈，因为薪水就停伫遐嘛。啊，比如讲以美国的例，因为因足侪工厂就刷去中国啊，所以因劳工阶层全无工课。啊，而且因可能就较无迄个资源去换因职业。所以我感觉即部分真正是政府会当加斗相共的部分。对。就是你爱去咱会当去甲因斗相共，互因去换即个职业啊。比如讲，伊会当去学迄个一寡电脑的技术啦，因会当开始做行政啊。毋过我感觉这是。因为我感觉台湾甲英国政府拢有足侪即款就是斗相共，看你要是转职，还是你有一寡互你开课程，互你去学。啊，毋过真正是，我感觉毋是政府无要斗相共诶，有当时是就是看你要有迄个动机，有迄个心力去学无。对啊。我家己感觉是，我家己。感觉台湾是较无即个问题，因为我伫菜市仔嘛，所以我其实常常看到一寡伊可能中年失业，伊就来菜市仔做工课啊。你就有收入啊。对，我感觉台湾有一个好诶所在，就是白小姐足方便。白小姐。毋是啦。白搭。惊死！我想讲，即摆是啥物话题？小吃。
对，我感觉对咱的迄个地下经济吼，对虽然西方社会对迄部分是足侪迄个吐槽，毋过我感觉其实咱的即个地下经济，其实毋是地下经济啦，就是讲即款无伫迄个无咧纳税遐诶，其实嘛是一款地下，就是伊其实帮助足侪人诶系啊系啊，嗯，系啊，小姐，靠，因为你看，我感觉你看伫因国家嘛，因足侪我讲的是真针对遮诶白人诶本地人，你若无工课，伊真正无所在通去啊。真的。毋过真正有一部分是因为因遮诶人嘛笨蛋，对嘛头壳较定啦，伊较袂去想讲啊，安尼我有啥物资源，我有啥物物件去换钱，嘿对，就对啊。而且我感觉台湾另外一点是厝边过隔壁拢会可能斗提供啥物资讯嘿，就是讲队伍你找你找人啊，有咧应征啊，还是你要去学啥物课程啊，就是亲戚朋友若听着有人可能无头拢会介绍一寡生意，还是讲无你要去学啥无，学啥来做无安尼。对啊，对，对啊。嘿对，有诶人感觉讲台湾人就是足鸡婆诶，足爱插人诶代志。毋过我感觉某种程度是其实是对即个人甲人之间诶互相即个资源诶斗相共是有帮助诶。对，对啊。好，佫讲倒来即本册吼，就是咧讲第三个部分吼，我。佫有问题哦，你来看伊迄个男性诶角色伤少问题，是毋是你著是爱认真诶行出去，好好经营你诶生活？嘿，我感觉我摕阮厝内诶例就好啊，像阮翁甲我结婚进前，一冬转去因兜两逝尔，就是伊索牵圣诞节，所以伊即个做人嘅囝诶身份呢，有敢若无共款，嘿。有一个阿兄哦，因两个嘛是，就是见面迄两摆有咧联络尔。真的？系啊，真正诶啊，无像我较阮甲阮小妹两个人是远距离，我甲阮小妹是远距离。甲阮姐姐共款。对，毋过逐工拢讲话呢，逐工咧伫遐 message，加伫遐叫翁。我甲阮姐嘛差不多，问的是讲你有看啥物剧？你最近有看啥小说？对，所以就是对，就是讲了伊即个身份啊，做人诶即个小弟诶身份嘛无，做人囝诶身份嘛无，伊是靠我结婚了后，我开始会甲伊去约，比如讲，尤其是阮大官过身了后，阮囝出世。我看阮大家就会开始安排，你看，阮甲阮翁大家是毋是拢女性？阮两个就会开始安排，讲一个月见面一届。嘿，逐冬呢，就会带迄个无结婚的阿姑做伙出去一礼拜。迄个阿姑嘛是真价值吐槽，我气死。阮大家嘛是哦，因爸母足早就过身去啊，所以。伊含伊诶三个兄哥拢是惊若有阮大家固定每一冬拢爱含因安排见面至少一届。若阮大家无安排，因兜差不多30冬拢袂见面。系啊，对因三个兄哥毋知咧创啥事。对，伊嘿对我无爱讲啊，好，你要气死啊！阮爸即边，其实阮爸已经算是有家己诶社交生活啊，伊家己有参加一寡社团，嘛有咧拍球。阮妈嘛是会较贤甲阮爸安排即个家族诶聚餐。对。所以你安排起来，定定咧见面，你是毋是囝诶身份有啊？小弟诶身份有啊？对毋对？做人孙仔诶身份嘛有啊？真诶呢，就是阮爸是较无共款，因为阮爸就较贤去找伊诶兄弟姊妹，佫毋能过年，可能差不多2-3礼拜就见一开面迄款诶。毋过阮爸走了，阮就较少来哦。我甲阮姐嘛是甲阮妈迄边诶亲情较好。
对啊，所以以阮爸含恁爸的例，就是你就知影讲，其实你是做会到的嘛，对，对毋对？嘿，对嗯，啊。啊，我感觉讲女性几百冬来拢为着咧扩充女性角色伫咧拍拼，一点一点爱会使受教育，爱有投票权，爱会当写册，爱会当去做工课，爱会当入去 NASA 做工程师，爱会当独身，爱会当享受性爱，爱会当穿各种的衫。啊是安那，你男性爱坐伫遐好讲，你会互即个性别诶刻板印象绑掉诶。啊，你爱起来争取啊！你毋是坐伫遐哭呢？啊，你是咧哭哦？伊坐伫遐妈妈10箍，妈妈你帮我争取。对啊，对啊。啊，当然啦，我感觉人嘛是有人咧争取啊，因为咱遮其实足侪问题，这就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啊，因其实足侪头前足侪前辈咧拍拼即件代志啊，所以呢，吐槽了之后嘛是要想要讲一寡较温柔的话啦。就是我当然我的主张嘛是希望男性会当学咱女性争取权利的即段历史。大家若是毋知影即段历史是啥会当转去听咱的迄个女性投票权，看那个大头看到一条桥的迄两集来看咱慢社的咧吼，看女性安怎争取投票权，看即个同性恋的运动。啊，大家做伙来拍破即个性别的刻板印象，互无论你查某还是 LGBT 还是啥物货，拢会当自由的做家己。我会当理解讲男性伫即段过程中，伊的发展会较慢，毋过为即马开始永远拢袂算晚。嘿，因为社会的进步就是靠逐个人一点一滴安尼累积起来的。你为日常生活内底，你毋免真正去徛街头、行街头，啥物抗议啥物毋免。其实你日常生活内底讲的话，含社会互动，每一步你都去问、去批判、去思考，其实这就是足好的开始啊！真的。我是希望这性别平权的教育，就是毋但为学校家庭教育嘛是足重要的一部分。我常常伫所以顶悬拢会看到一寡封建时代的言论，所以因为看到即款言论有一寡就是一寡女权较重的人的出来骂，还是去共笑。我感觉大家会当较理性的沟通，就是人讲的。就是惊袂着顶啊！有的人可能互笑了，可能就放互烂，就无想要改变啊。我感觉这其实对社会和平无啥物帮助。我是感觉讲，当然啊，你会当生气，你会当愤怒，毋过你会记得讲，你的目标是啥货？对。你若是阵听了就是想要共错，你就共错。毋过你莫期待讲，安尼社会就会改变。因为咱会当大家来当转去听咱讲有一本册叫做好人是安那自以为是，好人为何自以为是一本册，就是讲你要改变人的想法，你爱先顺伊的毛去摸啊，就是你，所以你的重点是啥货？你若准讲你的重点是希望即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当改变，那安尼咱就是爱保持即个即个对话即个即个，所以爱维持对话，咱就无法度用伤迄个伤冤家的方式啦，对啊，就是大家互相尊重莫去理解大家互相的即个迄个困难伫倒位啊，对啊。咱真正读足侪好的册呢，对啊，读够侪册。对啊，因为我家己感觉，因为大家若有听顶一集咱讲咱的即个成长过程嘛，我家己感觉我是其实我是真侪即个 privilege 的人，所以我感觉伫即个议题面顶，我会用一寡较批判的方式去看待代志。毋过当我咧对人讲话时阵，我可能我就会想办法，互我家己讲话莫遐插，莫遐济插啦，对。
好，好，所以呢，今仔日就是来甲大家介绍即本册，叫做《男性废退》。废退，啊，大家若有兴趣呢，则来买来选一下，吼。安尼就先到安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再会。你啦。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来买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